为着鼓励出版电子册，文化部要拨1亿预算，要来推广图书馆电子册阅读。也毋过，也正是呼吁政府应该爱甲电子册买断，对电子册产业的发展才会有帮助。现代社会手机也真普遍，连阅读的习惯嘛对咧改变，和伫咧看纸本的册，造成国内出版业愈来愈稀微。文化部投入1亿的预算，按算要推出扩大电子册算回数奖册的政策。不过，出版业者表示，电子册的补助范围敢若占整体电子册的1/4，希望政府甲电子册买断发挥上大的效益。电子书呢都能够纳入，不管今天是买断或寄制，尤其是因为寄制的电子书的品项，其实大部分都是以公版的书为主。那这样子呢，实际上呢，对这个政策上的一个补助就没办法发到最大的一个效益哈。政府鼓励阅读，透过政策回应现代人阅读的需求甲习惯。不过，学者呼吁政府要推广阅读，纸本册甲电子册拢爱被重视。一个就是以作家为照顾的核心精神，第二个，它一定要存在纸本。换言之说，我们如果要做数位租借权，也不可以放弃纸本的公共租借权。有立委是认为，要推广阅读，无论是电子册还是纸本册，政府拢应该简化政策的程序，安尼先才会当提升人民政策的应援。但是出借的目前的状况不甚理想啊，很多出版业者不晓得有这个措施，申请的手续也过于繁杂。那手续麻烦，学者嘛呼吁政府应该爱互更较侪公共图书馆参与这个计划，才会当发挥上大效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